戒咗煙之後咧，其實咧仲都有同朋友行下山咁嘅，會有唞大氣嘅情況咯。食緊煙嗰時，而家咧就可以用健步如飛嚟形容自己啦。前後咧分別咧就係其實以往咧就係會間唔中會咳醒，但係而家咧就一覺瞓到大天光。我自從戒咗煙之後咧，嗰個味覺咧就係好咗好多啊！我嘅壓力咧就反而仲低，因為我哋成日出去要食煙噶嘛，咁嗰啲時間咧就令到工作上咧話有個停頓咗啦，將食煙嘅時間咧就放翻喺工作時候咧，反而咧令我嘅工作咧有更加好嘅效率。好明顯嘅棚牙會白好多啦，以前咧就又黃又有煙跡啦，都唔敢大笑，而家可以開懷大笑咯。自從咧戒咗煙之後咧，大仔咧就冇再有哮喘嘅症狀啦，冇需要再兒科醫生度覆診咯。我一個習慣咧，每次收工前咧，我都會抹一抹個鼻窿嘅。見到啲黃冚冚嘅煙油咧，都不堪入目㗎啦。而家咧就戒咗煙之後咧，就每次抹個鼻咧係白雪雪嘅，即係紙巾。咁啊係真係有改善嘅，明顯嘅。戒咗煙之後咧，就唔使成日增值八達通啦，因為以前咧就食煙嘅時候咧，就成日都要去便利店嗰度即係買煙啦，就用八達通嚟付款嘅，咁所以咧八達通咧就會用得好快啦。咁其實而家買包煙咧就好貴嘅，咁而啲錢咧就可以放喺啲即係更有需要嘅地方，買煙嘅錢俾小朋友咧更加值得。戒煙者如果喺戒煙之後再一次性嘅偶然性嘅吸煙咧，就叫做再吸。如果佢係恢復翻佢以前恆常吸煙嘅情況咧，就會係復吸啦。咁啊，再吸雖然喺戒煙者入邊佢嗰個煙癮程度係低於復吸，但係不停咁樣再吸咧，其實好大機會咧都會變成復吸嘅。咁有啲戒煙者亦都可能認為咧，間中吸一兩支煙再去戒煙咧，其實係容易嘅事，但係呢個係一個誤解嚟嘅。因為當你間中吸一兩支煙嘅時候咧，煙入邊嗰啲尼古丁咧，好快咁樣就會喚醒你腦海入邊嗰啲吸煙嘅快樂嘅回憶㗎啦。咁啊，好大機會咧都會變成復吸。所以我哋喺處理再吸嘅時候咧，一定要比較快啦，同埋比較有效地咁樣去處理。曾經試過咧，就係經過便利店咧，自己咧就好想買包煙去食翻嚇頂嗰個煙癮。咁咧，我入到去嘅時候咧，就去到收銀嗰度咧，就望到包煙啦，自己都好想食，但係咧諗起自己屋企嘅小朋友咧，就諗定清楚咧，就冇買到嗰包煙，反而咧我就買咗10包香口膠喎，一包煙嘅價錢咧，其實咧就等於10包香口膠。咁咧，我買足10包香口膠咧，向自己咧就講咧，就一定要咧係戒煙成功，就唔可以再食煙。反而咧食香口膠咧，就係去解除我嘅煙癮啦。其實咧我明白咧，食煙咧都係尼古丁上癮之外咧，心癮都好重要嘅，都係嗰幾句啦，唔好喺自己視線範圍內見到人食煙咯。如果唔小心咧，就吸到嗰幾啖煙，令到自己心癮起咧，最好咧有咁遠行咁遠啦。或者同事如果俾煙仔你一定要斷然拒絕咯。最尾咧都係唔好行近啲便利店報紙檔，嗰啲位置係最易出事噶啦。如果唔行過埋去咧，咁就萬無一失啦。點解我會話食香口膠好咧？其實食煙咧，其實咧只不過係想口腔有個喐動。其實咧食香口膠就可以咧代替咗咧嗰口腔嘅動作啦。咁所以每一次煙癮到嘅時候咧，我就係食香口膠咧去頂住佢嘅。再吸嘅原因咧，主要有幾個嘅。第一就係當嗰個戒煙者遇到壓力嘅時候，或者係有負面嘅情緒咧，都係比較容易再吸嘅。例如咧，當佢係喺工作時候嘅一啲人際關係，或同上司或者係同事有一啲衝突啦，或者佢去到一個飲酒或者係周圍有人吸煙嘅情況，譬如一啲親朋戚友嘅聚會面咧，都係比較大機會會有再吸嘅情況。預防復吸嘅方法其實有好多種嘅，包括咧第一就係可以分散注意力啦，煙癮起嘅時候可以洗下面啦，食下生果啦，聽下音樂啦，同人傾下偈啦，飲下水啦，或者做下一啲伸展嘅活動咧，都可以減低煙癮起嘅。對於初相識嘅人咧，其實你一定要同佢講，我係唔食煙㗎，要妥善咁樣處理自己嘅壓力，保持樂觀。跟住咧，要培養自己嘅運動習慣，因為做運動嘅時候可以釋放
更加多嘅多巴胺取代煙草入邊嘅尼古丁。最後啦，亦都要主動咁樣邀請周圍嘅朋友咧去督促自己唔好再吸煙啦。我哋話預防復吸嘅最好嘅方法咧，就係去幫一啲嘅朋友同或者係你嘅同事咧去戒煙啊。當你成為一個戒煙嘅導師或者朋輩嘅時間啦，分享你嘅戒煙嘅經驗啊，去幫更多嘅朋友去戒咗煙嘅時間咧，咁其實咧你就更加唔會再食煙㗎啦。忽然間就成功戒咗啦。咁我同阿女當然都好戥佢開心啦。咁其實一直都有留意住先生，佢係好努力同揾方法去幫緊自己嘅戒煙嘅。咁雖然咧間中都會有反覆，但係我亦都自問冇俾太多壓力先生嘅。咁全靠佢自己本人啦，冇放棄到啦。其實我見到先生收到樂善堂寄嚟嘅戒煙貼嘅時候，我先知道原來佢參加咗戒煙服務。佢話佢自己係上網揾嘅，咁問下專業人士點樣去幫自己，咩方法易啲戒煙咁咯。咁我都有行動上去支持佢嘅，例如有快遞員送戒煙貼嚟嘅時候，我就會留喺屋企幫佢收件咁咯。戒煙1年後咧，患上冠心病嘅比率咧，比吸煙者低50%。戒煙5年後咧，肺癌死亡率咧，比吸煙者咧少50%。戒煙10年後咧，肺癌死亡率咧大約咧等同於一個非吸煙者。戒煙15年後咧，患上冠心病嘅機會率咧，亦都係等同於一個非吸煙者。戒煙之後仍然中間有吸煙咧，以上嘅好處都享受唔到。即使只係吸翻一啖煙咧，都會前功盡廢。戒煙係終身大事，大家加油！如果你有恒心想去戒，你亦應承自己一啖煙都唔再食嘅話咧，自然咧就會戒得到你嘅煙癮。其實我哋輔導員咧最希望咧就係所有戒咗煙嘅朋友咧，無論你係任何時間、任何地點、任何心情、任何人請你食煙，都希望你唔好食嗰一啖煙。戒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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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戒到底。